日本航空让14档，即马全飞机搁一摆降落伫咱桃园机场，代表日本看好台湾未来市场，要重新启动台日飞机的业务。早午10点外，袂少航空迷拢聚集伫遮来看全世界，敢若有5架的大白海洋号这款飞机。为东京起飞的飞机19暗时到桃园机场，这架正受重视的飞机，代表日本航空继14年搁重新台日飞机的业务，包含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甲桃园机场公司代表拢到场祝福，看好未来台日的空运市场，盼望未来增加运输能量。各位猜猜看，进口排名第1是谁？就是日本。然后出口的排名是第4，然后在货运的这个联系上面也是非常的密切。这架由客机改造飞机的改装波音767-3001R，顶配舱上大容载32吨，下配舱容负16吨。未来会用固定航班营运，出台过去敢若用客机载回模式。同一天暗时10点外，由航空迷特别到桃机来看全球只有5架的空中巴士运输机大白鲸号。就网络上的消息。能够看到这个大白鲸，觉得心情怎么样？很爽，很不错，很赞。没见过头那么凸的飞机，以前只有在书上看过。桃机观景台为少航空迷抢伫10点半关门以前，要来看大白鲸会风采，也有爸爸专门带囡仔手搁提模型机，把握这难得的机会。这架大白鲸号特别机头甲真大机身设计，主要是用来分散无人机各种的零组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